想必大家對銅鑼灣嘅印象，大多數都係購物天堂、美食集中地、旅客必到嘅景點，行街、食嘢、打卡變成咗嚟銅鑼灣必須做嘅嘢。但係喺也斯嘅角度，銅鑼灣又係點嘅呢？今日我哋幾位同學決定跟住也斯嘅文字，由電車總站出發，揾一個唔一樣嘅銅鑼灣。第一站，我哋嚟到銅鑼灣電車總站。點解我哋要由電車總站出發呢？喺也斯的香港係咁樣提到電車總站嘅。來到電車總站，不如坐上電車，隨着它緩慢的步伐，走到哪裏看到哪裏吧。也斯喺電車的旅程呢一章，就係喺電車總站陪住一位法國友人坐上電車，慢慢認識呢座城市。喺呢個事事追求快捷嘅時代，我哋相信也斯選擇乘坐慢吞吞嘅電車，係為咗看清楚每一條街道、每一位行人同埋呢個地方嘅變遷。其實偶爾慢落嚟觀察身邊嘅事物都幾唔錯。第二站，我哋嚟到維多利亞公園。也斯對維園嘅游泳池作咗一個有趣嘅比喻。在越變越擠迫的維多利亞泳池裏，我們嘗試發明一種新泳式，要慢慢隨機應變，游過瘋狂的人群，不要提到他們，也不要被突然衝過來的人撞個正着。呢個有可能就係香港人嘅生存之道。喺擠迫嘅城市入面，我哋學會點樣去同人相處，點樣去揾到自己嘅空間。你睇，公園入面有菲傭喺度聚會，有長者喺度晨運，有年青人喺度打波。唔同嘅人活出唔同嘅意義。也斯喺電車嘅旅程亦都咁樣講過：都市這幅空間是沒有生命的，端看活動的人就咁樣使用它，不斷改變它，把它改變成現在的形狀，改變成他們的廣場。其實維園亦都同呢一個一樣，佢本身只不過係一片草地、一個泳池同埋幾張長凳，但係當唔同嘅人嚟到呢一度，用自己嘅方式去使用佢，喺入面生活，咁呢個地方就承載住生命。我諗呢個就係香港有趣嘅地方，即使大家素未謀面，亦都可以喺同一個空間入面，各自揾到自己嘅歸屬感。接着，我哋去維園對面嘅電車站，搭上電車嘅旅程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。電車慢慢駛過，窗外嘅風景就一格格咁掠過，舊樓、新廈、餐廳、店鋪，銅鑼灣嘅景色被我哋盡收眼底。同時，我哋又諗起也斯寫過嘅一句話：現在電車依循它的老軌跡，繼續搖搖晃晃的前着。道路越嚟越狹窄，周圍嘅車輛行駛得越嚟越快，行人亦都越嚟越急促。電車就好似一位老人家咁，喺呢個趕時間嘅銅鑼灣裏面顯得格格不入。但係我哋反而覺得好放鬆，唔使匆忙，就係咁樣挨住車窗觀察並感受身邊嘅事物，彷彿睇緊一本識喐嘅書，而每一頁訴說咗銅鑼灣嘅故事以及也斯嘅故事。落咗電車之後，我哋抵達咗第三站羅素街。喺1974年，也斯寫咗一首新詩，叫做《羅素街》，收錄喺《雷聲與蟬鳴》當中。也斯形容到：路上永遠的潮濕和泥污，橙和香蕉還有枇杷的鮮明，嫩綠的生菜盛滿一個竹籮，一個鮮紅的番茄在路旁黑色水上，一尾黃鰭的小魚微弱地震動魚鰓。另一邊是小食檔，蔬菜和肉食就在此顛轉成一串黑色的葡萄。原來以前嘅羅素街係一個熱鬧嘅街市，有菜檔、魚檔、水果檔、小食檔，街上面永遠都係濕立立咁，空氣中混雜住各種氣味。但係今時今日嘅我哋行喺羅素街上，見到嘅卻係服裝店、商場、名店。以前路上永遠嘅潮濕同泥污，就變咗路上永遠的冷氣同埋商店。
我哋行喺羅素街上，就嚟要去到鵝頸橋嗰陣，忽然間諗起也斯嘅羅素街最後一句：到了街尾，迎面的是環島的天橋，昔日原是一道水渠。可以見到呢度本身係一條水渠，而家就變咗天橋。因為城市發展同埋重建計劃，水渠變咗做天橋，街市亦都變為大型商場及名店，即係滄海桑田，感覺好唔真實。也斯嘅羅素街已經隨住時間一齊消失，留低嘅得返呢首詩。只係唔知幾十年之後，會唔會有人寫詩記錄返而家嘅羅素街呢？最後一站，我哋嚟到記利佐治街。呢度附近曾經係大丸百貨嘅所在地。也斯喺柯文的銅鑼灣入面寫到，其女兒柯文最懷念嘅係大丸百貨。大丸要拆的時候，大家都說柯文一定最難過。大丸是柯文的小花園，從家庭電器到墨魚丸小吃雪糕，到叮當水壺，到各種小玩意電動車，一切都熟悉不過，簡直就像家裏一樣。大丸喺1998年因長期經營虧損而結業。雖然我哋冇行過大丸，但係我哋明白到回憶無需親身經歷，只要有人寫低，我哋就可以透過文字感受柯文對大丸嘅情感。行咗一日，你覺得銅鑼灣係點樣嘅地方？我覺得佢同書描寫嘅好唔同，令人感慨萬千。今日我哋跟隨也斯嘅文字，好似真係重新認識咗銅鑼灣咁，唔單止睇佢嘅繁華，而係睇佢嘅歷史、佢嘅變遷，同埋喺呢度生活過嘅人。銅鑼灣會變，我哋都會變，但係留喺文字裏面嘅情感，留喺角落裏面嘅記憶，就永遠都會喺我哋身邊。感謝也斯畀我哋一雙新嘅眼睛。